祝伟、徐主委，还有现场各位嘉宾、现场所有的嘉宾，还有所有今天来到音乐会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兆伟。对，进来这里，我每一年都要教大家好好的讲客家话。我如果说大家好，你们要说什么？对，因为现在有在直播，我等下告诉你哪里的直播。但我们要好好的跟所有线上朋友跟线上朋友问好，大家好。我係齊澤偉，當歡喜來到今年第3年呢，買一把幸福的音樂會，先掌聲鼓勵。我當永漢哈，我非常的榮幸能夠在第3年參與這麼棒的計劃。第1年2018年漂移，我們從獨立書店出發；第2年我們走鐵道，台北站到了；今年我們前進市場。在各個地方都找到了客家人，客家隱身的台北是多麼的美，多麼的幸福，多麼的好。今天來到現場，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都請給自己掌聲鼓勵，謝謝。神夢大家吼，第3年呢，我知道有點緊張，緊張的係越來越多人看到客家，越來越多人愛客家，而你用音樂來傳承客家的文化，出場。我想到一句話，因為有客家，客家的存在，除了一種幸福，客家的存在就是一種幸福，錯唔錯？所以我們真的很謝謝台北市客委會每一年有這麼棒的計劃。今年呢，我們有6位音樂人，我更榮幸的是，這是第3年我參與這個計劃了。我先跪下來謝謝主委啊！哎，主委好，我們今天晚上這個音樂會，今天下午的音樂會非常的精彩。那當然，除了客委會之外，有很多的單位支持這樣的一個計劃，支持這樣的音樂會。所以接下來我要好好的介紹今天到場的嘉賓朋友們，請唱名就站起來跟大家揮揮手，好不好？讓大家更認識我們客家有這麼優秀的人，還有這麼多的長官在支持着客家文化。首先，我們就要歡迎我們今天的大家長，台北市客委會徐世勳徐主委，起聲音，起主委，主委好。你怎麼越來越年輕啊？好，撒下來了，這個很重要的貴賓，我們要歡迎是台中市客委會江俊龍江主委，台中市哈委會港俊龍港主委，謝謝，歡迎。接下來歡迎是台北市政府公訓處林芳如林處長，林處長好，謝謝處長。緊接着歡迎是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陳板陳董事長，董事長好，謝謝，謝謝。緊接着歡迎的是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總經理，同時也是講客廣播電臺的臺長徐志運徐總經理，臺長好。緊接着歡迎的是因為我現在這邊看過去就是燈有點強，因為有很多人答應我要來，我因為名單上有這個客家天師團、鬧念大旅團的評審葉家修老師來了嗎？哦，可能在路上，好，老人家等他一下啊，好，好。總會欣賞莊慧茹老師在哪裡？莊慧茹老師，好，好，我看到這個不是客家籍的朋友，但是也是很棒的歌手胡一芬老師在哪裡？歡迎胡一芬老師，好。稍後來分享的係禮拜你的計劃禮拜度哦，我們訪問了很多人啊，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很精彩的影片段。那今天來到現場的受訪者，我們要歡迎的是騰雲里的里長李崇華李里長所率領的里民受訪者，包括湯七賢、李桂妹、羅兆章、詹碧春、於新斗、曾德賽，還有張秀芝，歡迎他們分享。什麼？哎，站起來，揮揮手，對對對 ，invite you，謝謝謝謝。各位叔伯阿姊阿哥都什麼嘢？因為有你哋嘅人生嘅經驗，本來你啲啲只計劃裡面，底部都很難圓滿，很難講，再給他們掌聲鼓勵。其實今天有很多受訪者哦，他們可能沒有時間來到現場，但是等一下你可以在影片或者在歌聲中感受他們生命的這個張力，好，還有強韌。緊接着要歡迎的是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客委會委員，還有客屬社團的理事長們。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一一介紹，站起來揮揮手，謝謝你們，謝謝，生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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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紧接着一样的，每年我们都要请我们的大家长跟我们说几句话。虽然他一直说不要莫公安斗发，但是他我有说出来是不是？不要讲太多话。欢迎我们台北市客委会的主委徐世俊徐主委分享祝福。我最喜欢看到主委的笑容了，他的笑容我可以存1个月，心情都会很好。再次欢迎主委。师母、主委哈。我们江主委我们陈董事长、徐总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林处长采收各位所有社团的理事长所有音乐市民朋友、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好。我想非常高兴非常欢喜，今年大家坐在这里了让因穷下来买一把幸福今天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这边，和我们一起来买一把幸福。当年呢是上海来办了音乐会是希望讲真紧台北市因为台北市唔係客家的影響因为我们台北市本身比较不算是客家的原乡，大部分的客家鄉親呢，佢都影響來到台北打拼他们从这个各个原乡来到台北市来打拼。其實咱們都的故事很多的故事呢，可能平常因為聽到，因為了解我們平常可能不會知道、不會了解，但是希望講做啲本台自家來認識咱們都客家鄉親，咱們拼做事情動認真，還有呢對了社會很父母沒動入熱情我們希望說讓所有市民朋友能夠看到我們很多的客家鄉親，他們這個很願意犧牲奉獻，然後很有熱情為這個社會來服務。希望講咧，所有的故事做啲本台之間看得到、聽得到，未認識嘅客家文化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看得到、聽得到，也能夠來認識我們的客家文化。所以真希望講假咧音樂會因為今年嘅主題係買一把幸福買一把幸福。這個我們希望說市場始終係當然散發啲背是為督導我們每天生活裡面都會遇到。我們希望說在這個市場。這個所有鄉親們，他們生活上的點點滴滴，這個脈絡能夠讓大家看得到、感受得到，而且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故事，是他們在這個人生的歷程當中，他們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而且是這個對這個社會、對這個國家，他想要有很多的貢獻。他很想，雖然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小螺絲釘，可是他努力的那種精神。我想台積家真緊感受到看到我們的這個影片你真緊為地講這種精神、這種堅持，對我們所有的這個不管是年輕朋友，不管是我們這個社會，都是一種正能量。所以到呢一邊，咪希望台積家讓因強下來認識客家音樂，咪希望台積家讓因強下來傳承客家文化。在這邊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認識客家音樂，傳承客家文化。祝福所有鄉親好朋友，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希望大家。什麼祈祝福，謝謝徐主委，謝謝。2018年你從獨立書店出發，我才發現原來台北市的客家發源地就在溫羅亭、溫州路、羅斯福路，還有汀州街這一帶。從這邊延伸之後呢，我們做了鐵道，今年來到菜市場。其實我們過去的專輯都受到金曲獎的肯定，也給所有的音樂人掌聲鼓勵，謝謝。好，來龍大家講一下，有很多人可能沒有辦法到現場，我們真的直播的平台有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還有台北客家雙平台臉書粉絲團，下午3點半到5點鐘，現在這個時間正在直播。還有謝謝講課廣播電台就在我們那個位置在我右手邊的位置，也一樣，下午3點半到5點鐘現場 live 播出，我們。用掌聲讓現場聽到、看到的朋友感受現場的溫暖，好不好？掌聲鼓勵。接下來這個掌聲，我一定要先說，我要很謝謝連續3年在這個音樂上面費盡心力的音樂總監黃培玉老師、黃培玉總監，還有阿達老師，謝謝。還有工作人員都辛苦了，先說，以免等一下大家太嗨了忘記說，但是我一直提點我自己，好嗎？好。話不多說，音樂會要正式開始了。今年我很不一樣，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我們做一個很正式的開始，教大家講這句客語。剛剛諸位有說，買一把幸福，買一把幸福，預備起。你們怎麼那麼棒？你們剛才門口有客語鑑定，是不是？好，那大聲一點哦！你們說完買一把幸福，我就會說音樂會正式開始。3、2、1，買。音樂會正式開始，謝謝。
哎，安怎？哎呦，哎，根本按走啊！哎呀，那副卡了落火呀，你副卡做太阳呐！哎呦，讲正经的吼，我前几日天数哦，正经还清难呢。不过我来啊，忙嘢都太好咯，计莫3万大表，计是做唔得啊。你买班要几球咧？我来啊！我对射嘅水咧，看咧就上就下按家咯，马上会上太好啊！哎呀，哎，不过人讲正经的啦，哎，你个东西买又便宜啦，跟银行哦又好使，家人买，哎，你又做得生发下去哦，我属于了还正经唔攀登呢，系冇？哎，又人啊哈！哦，不过冇像啊，买菜嘅哈，你下个后生人啊，对 supermarket 啊，记得唔对啊，其实找先来买，像东西啊。太番薯吃个饱呢。哎呦，我办得真好嘞啦。哎，你做我替张银行冇？好啊，而家哦，来哟，哎呦，哎呀，来买啊，来买。开始了。穷路无穷，下家下就一路路苦街头摆，摆摊呢做生意，为家庭天海树果看世人。看到一家相恋该夫分，分开咧留下界，唔会将春界招牌。嘿马萨哟嘿马萨，都该。春马赛哟春马赛，都该看买哟，来呀买哟买哟，来买哟，奇菜看菜，人情有几多？下就一路路苦街头摆，摆摊呢做生意，铿锵上忙为家
家庭，天台树高看诗人，看到一家相恋嘅夫婦，分開你留下界，唔會長春街招牌。嘿馬賽喲，嘿馬賽，都該經買喲，來呀買喲買喲，來買喲，東西東好，條街來看看呐，春馬賽喲春馬賽，都該。想問大家，係 ，Hello， 大家好，係，我係阿 Kim， 叫梁 Kim。禮拜哦，當中係哦，就嚟參加呢隻活動。因為我從小吼係西涌讀大嘅吼，我從小呢在市場長大。從新竹的市場啊看到台北的市場，從看西涌啊吼，對西涌讀呢就嚟看得到客家族群嘅相連結合。可以看到一個世代的一個變遷，然後經過了一個很多的故事，然後對我本身來說，我覺得很榮耀。聽擺到西涌停手做生意嘅時間哈，做到會驚啊。不過呢，兩下哈，我覺得好像又有新的一個感覺哈。那稍來呢，其實呢，用一段影片來獻給大家。客家人做事刻苦耐劳，对不对？有什么就要做什么。该帮阿妈，因为走天狗人摸好就办了，就很多人就中山改变，这里过来搬了热点，不好就搬到这边来做生意。以前是这样一箱一箱的端，那时候没有用推车啊，没有推车。我爸爸是最后拿着走啊，拿了一个拿。在家里做好，端到那个纪念堂门口摊位放。轮到我们的时候，就做个小推车推。通化街很多客家人，老一辈的不在了，有些年轻人不会讲，就是这个建了就分散了，地方分散了。很多客人都说：“你们不要那么早退休，你们如果退休了，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吃了。”就是我们最久然后最道地的客家味，会问我们小孩子要不要接啦，不接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不能强迫啊，看我们做太辛苦了，尤其是过节的时候，早上一爬起来就做到晚上睡觉才有躺下去，是觉得可惜了，这门手艺没有延续下去是比较可惜。看到客人满足，然后来说啊，你们做的真的很好吃哦，然后你们不要这么早退休，那我们就是觉得付出好像还有一点，还安慰这样子，还觉得说这个放掉也是蛮可惜的。來買啊！上一片嘅好嗎啊？聊聊歌曲啊，送俾大家。爸爸嘅大家歌，打造紅中義工，夢世界天橋
钓哥哥，台地该帆布水天后，天晴该木竹将打开，天上空顺条该数量。啊，罗师傅老点心做好摆好，等伊来。吹包吹布吹条板，水板叶板米心木。凡人总有七八老仙草，跳嘎金不音，嘿，好运来说。嘿，老师哦，老师哦，该点心点，虚虚彩彩动用心，人家都哦 no。走冇听，你又是个梦。嘿，特别小改一下，小提琴欣赏拉比若华老师。花该太假歌，打坐梦中一个，梦世该天球钓哥哥，台地该帆布水天后，天晴该木竹将打开，天上空顺条该错流，老师傅老点心做好摆好，等伊来。吹包吹布吹条板，水板叶板米丝木，凡人总有七八老仙草，跳嘎金不音，嘿，好运来做。嘿，老师哦，老师哦，该点心点，虚虚彩彩动用心，人家都哦 no。嘿，老师哦，老师哦，该点心点，碌走冇停，你又是个梦。给老师哦，老师哦，该点心点。技工多多少少会传讯，会本人请得多。嘿，嘿，老师哦，老师哦，给生命该符合，有故事该回首，没有人情该回头。谢谢。生梦邱良琴，谢谢邱年轻。各位朋友，紧接着欢迎原创音乐大赛冠军叶玉婷、叶玉婷。大家好，我係葉玉婷。落雪天就埋在開學就埋之風，本年一扎送嘅紅衣，小弟命嘅本，啲學校圖書。
也未嘛给都有，只爱你有单纯的心。土海老茶姑，你唱你的歌，谁唱一生的春风，心情每次都欢喜，也未嘛给都有，也未嘛给都有。过时间你也未停下来，你就迄继续行下去，是50年来的变化，多近多大迄欠嘛嘅。以前欠的风片，莫按多见，咩莫冲呀哈，给骗你送点，做地买到轻多的东西，今日哈欠的一种感觉。就送落流漫到最平凡嘅幸福。个时间你也未停下来，你就迄继续行下去，是50年来的变化，多近多大迄欠嘛嘅。以前欠风片，莫按多见，咩莫冲呀哈，给骗你送点，做地买到轻多的东西，今日哈欠嘅一种感觉。送落流漫到最平凡嘅幸福，欠地就送落流漫到最平凡嘅幸福。什么大家？看嘛给亚条歌，在国语是讲说欠什么欠了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走可能几步路几百公尺就可以看到便利商店。那樱桃百货店在以前的时代，百货店呢是给人们就是我们当然会买很多东西，但是当时在采访魏贝贝的时候，我给我的感觉是。当时的人们会进去百货店买的东西，都是他们需要的，记得需要嘅。不过呀哈，给便利送点，当然卖的还是很多我们需要的，可是你也会发现
我们人们买的很多都是自己想要，而不是真正需要的。那我也发现百货店呢，它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情感交流的地方。对，那现在魏贝贝他们不舍得把百货店关掉。对，就是我听他的故事，让我感觉，就是他们能跟现在他们那一辈的老一辈的人一样，他们所在的那间店，是他们年轻一直到老，然后养家糊口的一个记忆回忆。对，然后他们不愿意把店关掉，是为了守护他们一直到现在就是的美好回忆。是孟玉婷，谢谢玉婷。接下来欢迎齐哲伟，接下来欢迎徐哲伟。沉嘅夜，又在太粒嘅汗，點點嘅看，無日無夜的轉，天天嘅轉，轉出命運嘅嘢，佢係做世嘅人，做嚟嘅生人，細細嘅風，又太太嘅光亮，點點嘅看。無日無夜的賺，處處嘅樹，法拉比搏嘅橋，佢係做世嘅人，做嚟一生人。佢都地表物街，點點嘅看，無日無夜的賺。QQ 嘅衫係佢最好嘅伴，佢係做世嘅人，做嚟一生人。某一天，有人的佢係咪人聽愛？咿呀咿呀，過的天光，佢喊黑的呀。因某一天，有人的佢係咪人？咿呀咿呀，過的天光，佢喊黑的呀。佢係做世嘅人，做世嘅人，可以唱冇？佢係做世嘅人，做世嘅人，佢係做世嘅人，做世嘅人，做世嘅人，做嚟一生人。沈蒙太嘎，谢谢每一年都会出现的灯牌，这样会不会太过分？谢谢你，虽然你不是客家的朋友，但是你支持客家，我要谢谢你。好，因为刚好吼，名单有这个落来，其实刚名单有再过来，那我其实很想要借这个机会，我的时段还是要讲一下，我们除了腾云里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之外，其实很多受访者都
也可能出现在现场，可能就在你旁边。我们要谢谢三元街的彭志勇彭大哥，通化街的叶瑞彩，西药房的叶元红，还有士东市场的许桂昭，还有书屋花甲这非常年轻的方一杰。我刚刚唱那首歌呢，刚刚唱这首歌曲哈，很多周 C 给你。那我们客家话哈，做工我们统称周 C， 譬如讲哦，我去猫 C 来做。这个主角是来自高屏机车行的范拔，范拔今天有事不能来，而且他很低调。其实，在受访过程中，他话很少，就像我写的歌曲讲的，我知道在你身边，懂得按你演，因为范拔不止修机车，他可能隔壁邻居，他隔壁邻居灯坏了，他就帮忙修。这个水龙头有问题，比如天数长，他就帮忙修理。我觉得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子的很平凡的人，可是你少了他不行。譬如说你的马桶坏了，没有人修，你怎么上厕所？你的灯坏了，你怎么照亮自己的前途？是不是？所以做工的人也是，我哋咧3年里摆度哈冇穷用的曲风。为什么带这个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我自己很假会的准备了礼物。我细细时间哈就会去往市场，往市场就是逛市场的意思。那我小朋友啊都会很吵，对不对？阿婆其实会准批嘛该。有听过阿妹达玛的举手，不要举手，表示你年纪到了，都没有听过哈。阿妹达玛应该是外来语，对不对？哈，对外来语。然后小时候就是1块钱，好像很有共鸣哈。阿妹达玛，他那个闽南话叫做金柑仔糖，这样懂了哈。小时候呢。阿婆买，就因为我们实在太吵了，他好好买菜，好好跟邻居交流，他就买糖果。譬如说1块钱可以买2个，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糖果送给大家，好不好？然后请你们含着这个糖果听我唱接下来的歌，好不好？对，那个不好意思哦，长官只有这时候可以指使你传一下，好不好？1毛钱2个。对，好来1毛钱6张。哦，沈梦怡呢表示我很年轻呢啊哦，又来了。好，那我请美丽的美眉帮我发，在这边哦有哈，一定要。接下来这首歌很重要哦，你去看哪一场演唱会，除了闻到香味，还可以吃到糖果，只有我们这边有哈。这样就是市场的感觉。那边要发一下美眉，因为我准备的不多哈，没有的话自己去买啊。好，沙伦来唱2首歌曲哈，这首歌。这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特别的经验，因为这是士东市场的，古亭市场的汤青云汤姐，给谁你都会买菜。但是你去逛黄昏市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市场变了？因为你旁边可能是 supermarket， 可能是全叉联，有没有？好，或是美叉社这样。那就之后讲，连下市场拢以前市场冇穷用，唔讲马该同是穷用。感情汹涌，他们的感情是一样的，所以我写了这首歌。临暗在客语就是临近暗的时候，就是黄昏。那我把英文加进这个中文的词，也代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临暗 supermarket， 谢谢，讲谢谢一样要拍手。吃了我糖果了吧？不拍手不行啊！有数，拢来打破哎，沈蒙太噶。我们让直播的朋友听到声音，看到你们哈。嘿，日頭落山搶芬芳，轉薄路行愛山歌唱，牛馬帶子落筆筒。愛聽阿婆往市場，臨暗市場冇結場，北風落雨都開張，山珍海味冰上，別個嘅見番薯湯，他一捆長春買一把幸福，裝得千百種。嫩嫩嘅笑容，記得短短嘅路行。苦瓜豆腐鹹菜乾，每日根本嘅食飽滿。Supermarket 冇買嘅情感，係最貴嘅一項。
含酸苦甜有技术，有一种熟悉的少女。你们爱悠闲起起有节奏，做天地人生，健康。后堂哦，马萨讲客家歌一定要懂比起，唱嘛？哎，老师跟着我跳舞了。哎，啦啦啦。日頭落山將歡火，轉和路向山歌唱。牛馬帶子落冰糖，愛聽阿婆往市場，臨暗市場冇結場，北風浪雨都開張，山珍海味比唔上，別個幾件番薯湯。他一捆香椿，买一把幸福，种在千百种，黏黏嘅笑容滴在短短嘅路行。手举高，苦瓜豆腐鹹菜乾，每日見本嘅食飽滿。Supermarket 冇買嘅情感，係最貴嘅一行。含酸苦甜有技術，有一種熟悉嘅少女。你們愛悠閒起起有節奏，做天地人生，健康健康。Supermarket 冇買嘅情感，係最貴嘅一行。含酸苦甜有技術，有一種熟悉嘅少女。你們愛悠閒起起有節奏，做天地人生，健康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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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还是要走完全程哈，因为接下来中场秀，我这身份很多元呐。我现在回到主持人，嘿，欢迎主持人，好，好，本欣赏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按照往年的音乐会的模式哈，因为今年2022年很特别，防疫，那谢谢沈蒙泰嘎哈，戴着口罩，我知道有点不舒服，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也谢谢所有工作人员。现在我们中场休息15分钟，有几件事情要宣布，今年很特别哦，看到有没有很多菜是真的哈、哦？好，你可困15分钟，黑讲你喜欢上半场这些音乐很好听，下半场更好听。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前台有卖专辑，演出后呢，我们的音乐人会在前台帮大家签名，然后前台有打卡送礼物的活动哦。听好了哦，演唱会除了吃还可以拿回家。我们有当季的白玉萝卜，还有精美的买一把幸福的特制款年历萝卜一起带回家。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前方荧幕的 QR code， 好不好？扫一下，然后欢迎大家多多打卡，打卡添赞，分享出去，本大家提供，Andy。DDV 抖音整 V 到客家，V 到音樂，V 到大家，謝謝，15分鐘再見，拜拜。